在等寇子叔叔，他在哪边呢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传福音、不懈怠的寇子叔叔。好，到前面来了啊！有，大家主内平安，平安。我是寇子叔叔，来自马来西亚。你们好。好。哎，应该是第一次吧，牧师。啊？你们敬拜赞美有小走出来。啊，第一次哈哦。哎，我们知道来到上帝的家中呢，是要带着什么呢？充满着。感恩跟喜乐，阿门，阿门。哎，感恩跟喜乐哦。我从遥远来，带着乐器来，乐器哈，来呈现给大家哈。
他们说马来西亚人哈多才多艺，什么语言都会讲哈 ，OK 啦。哎，这上帝的恩典哈，为了什么呢？要传扬他，要用诸般的智慧，哎，小乐器。好。哎，现在有一首歌给大家哈。哎，如果你懂这首歌，可以一起哼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首歌好特别哈，是名曲啊，世界名曲，上榜过后没有下来的，很出名的，作者没人知，哎，但是呢，却每一个族群呢都在唱这首歌，因为口指数到了30几个国家哈，哎，包括台湾，第33个国家，来把这个好消息、喜乐呢带给观众，呈现给大家 Concerto C Major C 调了。耶稣爱我，主耶稣爱我，他圣经描述我。耶！谢谢谢谢。耶稣爱世界上所有的小孩，包括大小孩，也少不了老小孩。上帝都爱哈，上帝很奇妙哦，他将他的爱呢展现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啊，在黑暗的这个时代里哈，却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小的，这个灯泡哈。就是你和我了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世界的什么啊？光。世界的光哈，光要在哪里照耀的啊？就在黑暗的地方照耀的哈。哎，在教会太多光了，在照相机的就曝光了。哎，我们也是世界的什么呢？世界的盐哈，蛮修咸了哈，在调和的这个和平之子啊。阿门。那称为上帝儿女的，就是和平者。你是不是和平者啊？就代表你是上帝的儿女哈啊！世界各地呢都需要什么呢？这个光来照耀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是世界的光，这个大光就是上帝，我们就是他的小光。光呢要在那里操作的，最黑暗的地方呢来操作，让四周的人都能够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上帝的作为，而不是看到我们的多厉害、多本事。好。奇妙的就是，当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这个光照耀，上帝把我们摆设在不同的岗位，在你的职业、在你的工作，在学校、在家里，阿公阿嬷也少不了哈。你在家里也要什么呢？为主发光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，灯不能够放在头底下的哈，放在哪里呢？放在灯台，能够照亮什么呢？一家，就从家庭开始。光呢，在城市那边呢是隐瞒不了的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呢？就有光啊！遥远的人看到啊有光，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希望。有光呢，就看到什么呢？看到方向。很奇妙啊！你和我都是上帝要将你摆设在你不同的地方，为他发光，把上帝的爱、他的喜乐传开，让他们呢，能够看到你的好行为哈。不是我们好到哪里去的，这个好行为是什么呢？你有这个喜乐，你有这个平安。虽然在困苦当中呢，
你都没有放弃，你仍然有这个喜乐在你的面孔上。所以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哦，因为我们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哦。耶和华的喜乐乃是我的什么呢？力量哦，这就是我们的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一个好行为哈。有时候上帝会感动你为一个人祷告，有时候上帝会感动你，让你做一件事情。上帝呼召我做小丑，一走就走了28年，啊，为他什么呢？为他带喜乐给各个人士，不管是谁。最封闭的地方，我却有办法。这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智慧。好，要传福音呢，要用诸般的智慧。我们知道，在这个人生的荒洋里面哈，哇，要带人信耶稣不容易，也不简单。哎，你们都有熟悉这个标志哈。哎，这个是基督徒的鱼啦。我们要得人如得鱼，但这鱼在哪里呢？油不会自动的游进来教会的啦，我们要出去，因为圣经有说，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去传扬他的福音，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开，对吗？所以这个鱼要游进来呢，没有这么容易，我们要出去来传扬上帝的大能，告诉他们上帝有多爱他们。这些鱼哈，不简单哈，他们有见识，他们有眼睛，他们看了很多，他们也听了很多，他们也知道了很多，但是却他们不知道上帝的作为。只有你我知道上帝的作为，也知道上帝的计划。这个福音呢，要传开给这些世上的人。虽然他们有眼睛，但是他们看不到上帝的作为啊，因为他们没有亮光，没有这个上帝的光在他们里头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他们能够看见啊，就要靠你了，我们为他发光。阿们。这只鱼呢很聪明的，它不会乱吃的。但我们知道，没有上帝的人哈，他们吃来吃去，吃也吃不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得到饱足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之粮，吃了我，你就不会再饿。我是活水的泉源，喝了我，你不会再渴。”为什么世上的人呢？没有上帝的人呢？他们一直追求，一直要得着。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他们的，所以我们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个答案给他们呢？让他们能够看见，有吗？有，我们就是世界的光，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会将荣耀归给谁啊？上帝，不是归给你哈，不是我们厉害，而是上帝透过你为了发光，我们只是一个管道，我们只是一个器皿，上帝能够使用的。我就是那一位能够为主发光的，能够把这个好消息传开给那些世上的这些鱼，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但是他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需要靠什么呢？需要靠你啊！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复活了，他将这个使命交托给你了。坐在这里，每个星期不只是来敬拜赞美，自己开心就好。主要的是什么呢？要传开上帝的爱，让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知道他会给我们什么呢？一个盼望，给我们一个永生。但是外面这些人不知道，不懂啊。需要谁呢？需要你和我。你和我看一下，有些人觉得很渺小，像条虫。上帝也用虫啊，还记得吗？上帝用那个小虫来教导那个约拿。对。上帝也用小虫哈。如果你觉得你很渺小，很没有用，恭喜你，上帝也要用你。
有些人他们觉得哇，我很多才华，很厉害。在这种的时候呢，在这个过程呢，上帝都会把我们呢，慢慢的掏空，让你能够学这个功课，不是靠自己哈，不是靠势力，也不是靠才能，而是靠耶和华的灵成就一切的事情，对不对，牧师？上帝要透过你哈，来把耶稣的爱敞开给这些世上的人哈，那迷失的羊哈，让他们能够引到天国那里，上帝的家，成为他的儿女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我们就一起去钓鱼吧。我是寇子叔叔，有机会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寇子叔叔哈。好，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燕华姐妹，还有另外一位是帮气球的帮忙协助气球的部分哈，我们教会的姐妹哈一起帮助寇子叔叔来做福音的宣扬的工作哈。阿门。他们下午有一个很特别在户外的表演，在我们的这个南纺中心如果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带小朋友，在2点的时候可以去帮忙，在那个现场来帮忙招待或是来欢迎邀请，那当基本观众来热烈的掌声，这样好不好 ？Amen。好，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要骑车走了。那今天很难得啦哈，我们